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胎。这个胎是读做文音，胎就是腹肚内囡仔，像讲10月怀胎。另外，这个胎还有一个意思真特别，就是摕不动产去抵押贷款的意思。像咱讲胎少，就是抵押权。古早讲是胎权。这个白话音读做体，像讲有心，咱讲是坐体。啊，若是算讲生囝生几届，咱就讲生几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看到这个读做安胎。这个安胎的意思就是讲妇人有生的时，因为烦恼囡仔会落体，阵啊去互医生看。啊，若古早是用道书来做法，互囡仔会当平安顺时生落来。第二个词读做头体，就是头上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第迄块地去借钱，已经借第二胎啊，为因某有头体开始，一直到洗头上啊了后，钱才形成啊。今日小解这一日胎，另外白音读做体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